来乡亲啊，继续是这个立委的选战，来看高雄第6选区是三卡都的战局。民进党是黄捷，国民党是陈美雅，喜乐岛联名是郭培宏。讲这个黄捷的团队接到支持者的通报，讲出现着民进党的假传单，叫大家这个立委都爱选对手郭培宏。这黄捷是出面来发话，讲伊是民进党唯一提名，讲这是选举的奥步。啊，郭培宏的阵营嘛出面来背会，讲这个传单甲伊无关系，毋是因做的。啊，那国民党的陈美雅是鼓励黄捷爱提出着告诉来厘清真相。谢谢。行到仁德市场来拜票，民进党高雄立委候选人黄捷，这届甲高雄市长夫人吴宏医师做伙来拜票，继续拼选战。不过选区内底煞出现这张宣传单。总统候选人是赖清德，政党票是民进党。不过中央的立委候选人却是喜乐岛的郭培宏，不是民进党提名的黄捷。民进党唯一提名的立委候选人是黄捷，选举的奥步就不要再有了。那我当然知道最后的选举阶段，对手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抹黑造谣，那黄捷都无所畏惧。黄捷讲，宣传单是支持者收到了后，甲因通报，嘛甲支持者讲爱认明中央是伊的相片，才是正版的宣传单。郭培宏这边嘛发出声明，讲这个宣传单和因的团队是完全无关系，爱民进党袂使凊彩抹黑，若是有任何无影的指控，就会采取法律行动。啊，那国民党的陈美雅一早起嘛是走仁德市场，虽然是家己走，不过民众嘛是热情回应。针对假的宣传单这个代志，伊是支持黄捷来提告。主张他的权益有受损的话，那我觉得他应该赶快去提，到底是自导自演还是真的有这一回事情？他应该赶快去提告厘清。指控日数的投票，剩无一礼拜，选战的火药味嘛愈来愈高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